月3號年30，在二哥家裡準備吃年夜飯。我們現在進去廚房錄影。Hello。光線夠不夠？可以，這個機器很棒的。這是什麼？香腸。哦。這是臘肉、燻雞、燻魚，這是辣椒面兒。難得鄧麗君可以同一家人食團年飯，屋企人都特別準備佢中意食嘅家鄉小菜。身為主人家，二哥仲親自下廚。屋企人話鄧麗君食嘢一啲都唔嘴刁，最中意食辣，無辣不歡。呢年係佢第一次同阿婆返屋企食團年飯，相信除咗佢自己肯定阿婆嘅地位之外，佢亦都想屋企人會同佢一樣。